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AI 凡人频道，我是主持人吴明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著名评弹名家薛慧君和陈锡安的弹词作品《珍珠塔之下扶梯》高清修复完整版。薛慧君1937年出生于江苏苏州，其父是著名的评弹名家薛晓卿。1951年起随父学习珍珠塔，1952年出师后与父亲搭档演出了花木兰。薛慧君说表清晰，台风端庄，琵琶功底深厚，深得其父真传。代表性弹词唱段有唐知县沈诰命、点秋香、春草闯堂等等。欢迎订阅、评论、转发。好，请看正片。所以三朝没说法，离离远宾面孔朗，不隆隆扑出一阵风，手上得生。三季日嘛黑西施，真进去一人无体啊！我就讲，这你自家要追到啥辰光？自家让我来哈哈的啊，小鸡呀！小房家，公司不逢人头，都是花有太冷清，空气不比。指教，那么来娘讲是个样，你现在到8年去追舅娘，那么舅娘嘛大概到别地追他，娘儿子不能旁头，可是我担当不起的，谁不是追呀，亲啊，储备彩屏一支支。就是一这个，
哟，这个最到啥辰光？这个我问呢，你立定啥个道理？讲得出唔爽，讲不出，当你发客气，一道滚下去。小姐呀，为什么不肯走呀？不肯走嘛，总归有道理吧？呀对啦，哎，我今朝南京放公子。相逢君上身，有点难为人呀。那不能说出来的。前3年第一次碰对不破难为人，现在各自3年第2次碰对突破难为人噻。可是将来的报纸党组织亲人要导致后面对子碰对噻，那不能说出来的。小姐呀。第二次相后绿军，昔年相见在洛川亭，你只要出啊见面，个身份明，风度是非归门。为个3年反而怕满身，可是啊，哎，大爷对个呢，我的别的分少分口几个，那么叫头难，八个头个呀，第一周不难为人，今朝第2次碰头，我说君嘛，自家想想说不过去，如此。最呀，亲啊，出人意，终身听。从此虽然风不分，人娘太定定，经理真正小绿兵。小绿兵第3声，谁能解决与不肯？啥也是一情啊！哎呀呀，小姐啊，这你这样要追到啥辰光哦？小姐啊，为什么不追呀？我这次想呀，想许什么？那。神机功，下龙皮克落出的难对我只有心相心。今日并非昔日比。知情心，此刻松定跟李言，胖子的称呼不改，不称呼。哎呀，这家称呼主动就让你水里，为啥？本来表家表弟现在配子亲人结婚夫妻，你欢喜啥个称呼？你他是你要男亲称呼，加上表弟，你为叫你表家；你要新亲称呼。加上夫人，你为叫你娘子；不记得你我去叫你表弟，你为叫你娘子，也不是妻子，不种称呼呀。哎，小姐呀，像你们夫妻不计夫妻礼，子弟聚，子弟成。
确蛮难为的。我家里啥，你回家我啥。现在啊，我心情砰都开，当你分配清，神就得你来听称呼。我家上你别地，你回家上我别家，实际来嘛的确，但也不难为人在。如此罪呀，亲啊，快在，速度高快一倍。方才1斤追，现在4、5斤，2斤一追，力道越来盯着。为什么又不肯追呀？预告大力的呀！这是大力在，什么大力呀？那。谁就知道我娘得罪表弟，我代替娘去办事，负荆请罪，月里出关，别人不会讲话的。今朝娘的表弟分棒团，分吵起来，我下去烧个名堂。倒想不出吧？不过蔡姑娘这一生缘分，让我结讲理。说起来谁讲，谁就知道夫人得罪姑娘分开来下去啊？你自个先干个先下去讲。现在呢，要亲自上来请来，来发下去，来手小的，等我小小吧，让你咯了一声跟我下去子老的小鸡呀。爷娘应当一样对待，但是我分是轻重了还。对个呀，谁就是他娘的在别地分归在我下去，我私事无虑，负荆请罪，对某周人。那么今朝呢？今朝来娘讲，在路上想归在我下去，但是我往也不肯下去，去也不肯下去。那么实际上说起来，我比的这些娘而不些呀。哎呀，这个错怪。所以现在跟了个些彩屏如此罪也不过学上亲啊分一句
有了定个噻，为什么又不肯追啊？有个有狗的呀，有狗来这花头真多啊，什么有狗啊？呐。此际狗日真风名义的陛下自律听，大家虽是不开云，秘密相窥得真深。分不出阴人，开不出口。你就没难过个，非说男女之间啊，谁讲你现在男朋友帮子对礼拜天到个朋友窝里向去泡子如坐下来嘛，大家总要谈谈讲讲。哎，说的你对我看我对你忙，背我还要均脱个样，像你说是一样呀。你两家头上台，不管是说的好听不好听嘛，总要说不停个说。难道还说你两家头上次台嘛不说，四张眼睛都让盯了你都看，你都要好个呀。那让发啥子啊？还是不要讲的。蔡姑娘做你的小家，你讲唔背我，分开3年，我想想才是在我。你讲唔背我，根本我来讲呢。哦，这小舅舅真有道理，搞东家子。小姐啊，小姐没有什么说话嘛，带小弟来见你吧。看上去我东家不会做噻，哎呀娘不难做子吧？哦，我们的闲话要你讲出来听听看着啊！真言，小姐听兵啊！生他日的英雄，昔日非相人。并女子家庭的因我不弄个女家人，因我并不把衙门，因我相处也无因，因我抛弃不对劲，因我不去多进来，因我奉义给公民，因我不想真家书，因我今朝大乡人，因我不想一听，因我飞到这里有灵，因我不想你输人，因我该背出家人，因我公背水中情，因我骆驼唱大人，因我到处四面生因我什么去玩。好事呀！哦，你看记得上个，一看就唱18个音乐的嘞，一个音乐就是一个题目，18个音乐就是18个题目。那么现在我到下头来，用不到18个侪门里个呀，叫得内张中吹几个出来闷嘛，还配得半日的嘞。那么既然有这闲话嘛，想想得不少那位正经下去吧。如此这样，哦，你再不下去，我要多气的。哎，亲啊！可谓清明一句句，心如滴水未动。永
谁定结局与不堪言。三进一追到第十人，就来定这样，为什么也不肯追呀？这个菜饼啊，我也想想了，心里想蛮好的。好的啥家？那这里相见方公子，知策知己谁有门他夫人一向自未听，为民相梦寻寄生，只为我女儿月里阴，为门女寻不累心。可是啊，哎呀，小家，你改个一人立定有道理。紫薇堂替夫人需要尽在支出，非小小让旁头夫人得胜，大致下头一只手家法办，一只手关门训。乃侬私事旁头小姑娘会当了得，非关门训上向第几条？该次姑要吃上午，小小落得了，晚上来上掉神仙了。哎呦，不然让你回出去啊！姑父来三个，谁公行气？不是这些家真因为啥个来快递下去？你现在快递到紫薇堂，门公要两句话，但是真的为自家个安做过、分做过，门清爽，马上回上来吧。其夫人为夫居旁头，这你是个美吞吞嘛，没危险的小气呀！你这要见面，分一问明，分他为什么在家问，该做了出家身。一去两年龄，四海飘零风阴阴。谁这姑娘起母，我们妇女红染不得君。你求他须记家，莫想珍惜公的始终是占有分。下有家的家不理解，何况也觉得有家生于生。你说的求君须记公娘你，求君说相为花厅，求君后说已经求君发文多惊人，求君下阳不对情。公是今朝风看脚，风雨今朝几里行。你这样两三句个是无声，如果那上篇来多人众生相思妇人非必分。可是呀，哎，搿句话对个。现在我还是要下去，门里两句说话，按着步分着步，但是真的讲，门厅上马上回答女郎一些功夫。葛么我姚面浪向可以改张在，葛么娘呢娘妈会在旁头，对，葛么要走到跑的不能再慢在。啊，翠萍，谢谢须吃亏罪呀！亲啊，求人意，终身听。从此谁来分不分？人娘娘配定定，
平，